為着要來復振台語，這台北市議會跨黨派議員是來組一個台語復振連線，希望會當促進台北市府來成立一個台語的專職單位，讓台北市成做是復振台語的示範城市。台北市議會台語連線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這位台北市議員同齊發聲，在台北市議會正式組成台語復振連線，出來甲台語團體做伙召開記者會，為着要推動地方復振台語的工作。台語復振連線指出，目前台北市府無專職單位來處理台語的工作，攏分散在文化局、社會局和民政局等等。因打算未來在台北市議會提案，推動成立台語專職單位，來整合台語政策推動甲資源。教育局長伊是講吼，即馬實驗學校的空間無夠啦，因是講各位盤點，看有機會無？啊，毋過阮感覺講這嘛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委婉的推脫的講法啦。阮台北市的少年人囡仔講台語的比例佫較少，阮拄仔嘛攏看到啊，所以阮會繼續甲教育局來討論。台語復振連線表示，目前有17位無共政黨的議員攏有加入。雖然去年台北市府有設立府級的台語推動小組，不過業務敢若負責推動文化部的台語家庭計劃。台語團體認為，安尼復振政策的效果真有限。因也期待看到台北市府帶頭，對學校教育、語言會章和公務體系各方面來都是優先的台語環境。你出去外口也是單一語言的環境，也是足無優先的，無去。即個達成講咱的道義環境啦，吼，也是即個語言平權、意識甲環境，吼，啊，即個會建立就是愛靠政策，你愛有一個制度，吼，你愛有資源，吼，才有當去做一寡改革安尼。希望愛有成立即個跨部會即個台語復振委員會，吼，啊，過來就是要愛有台語學校，啊，阮有兩大計劃，一個就是課室語言轉型計劃，啊，還有即個語言有即個雙章計劃。台語復振連線表示，這會期已經有議員針對台語會章向台北市府提案，和民眾佮公務體系辦代誌，一個看得知影通甲服務人員講台語，未來嘛會當運用文學作品來創造愈濟台語景觀，和講台語、關係台語，成做台北市民的日常，嘛成做復振台語的示範城市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